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呢一集係下集啊！如果咧未聽上集嘅話，聽翻上集。上集咧一路咧都噏錯咗呢個咧叫做咧前工黨領袖，其實佢係工人黨領袖啊！我咧都搞到咧亂晒龍，呢個咧係同大家咧要道歉一聲先啦嚇。佢係工人黨嘅領袖，就唔係前工黨領袖啊！呢度咧要澄清一下。OK，咁啊大家包容下，因為上集咧已經錄完咗咧幾個鐘頭之後先錄到呢個下集啊，兩個鐘頭到啦。咁所以咧，喂唔好意思啊嚇，費事咧翻轉頭啦。咁啊而家咧就由佢繼續上載。咁啊而家咧就錄緊呢個下集。咁啊大家聽住啊，我澄清一次係工人黨。係啊，真係錯啊要認，有陣時咧冇辦法，有陣時咧急忙之下咧就會錯咗嘅。咁好啦，喂，嚟翻下集嘅內容啊嚇，媒體繼續問㗎，佢話下一個問題係關於咧英國左翼嘅政黨，希望咧你就唔好覺得呢個係冒犯嚇。咁佢話咧呢個之前咧呢個叫做科爾賓嘅工黨咧，曾經喺呢個2017年啊獲得咧高嘅支持率㗎，咁啊證明咗咧左翼嘅思想仍然係有市場嘅喎。但係而家呢個咧斯塔默咧轉向咧中間嘅路線，左翼咧似乎睇嚟咧係四分五裂啦。咁啊，科爾賓領導嘅你的黨啊，而家轉咗去叫你的黨啊，仲有而家你領導緊嘅工人黨啊，仲有綠黨啊嚇。咁啊，我哋都知道咧，紐約嗰邊咧，甚至乎係已經係誕生咗咧社會主義者市長噶。咁啊，而喺英國嘅 NHS 咧，係明顯帶有咧社會主義傳統性嘅一個福利嚟嘅。而家亦都睇嚟咧係千瘡百孔噶啦。但係啊，喺過去嘅幾年，英國咧頻繁咁爆發咧罷工嘅事件。2022啦、2023年啦，鐵路工人嘅罷工，仲有咧係教師嘅罷工等等呢啲咧，影響都好大噶。咁啊，點解會咁樣嘅咧？嗬？同埋啊，呢個係意味住啊，係咪英國嘅左翼已經失去咗咧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嘅能力咧？嗬？咁啊，阿加洛偉咧就咁答噶，佢話啊，絕非係如此噶。如果你關注啊四個禮拜之後嘅曼徹斯特啊補選咧，你就會睇到我哋嘅根本咧係冇迷失到方向噶。英國嘅資本主義嘅失敗，晚期嘅資本主義嘅頹勢，大家咧係有目共睹噶。而家咧嘅分歧係在於啊點樣去脫困嘅啫。大家都承認而家嘅形勢咧係自喺1941年以嚟啊呢個希特拉準備咧入侵呢個英國以嚟咧最糟糕嘅時刻嚟噶。但係而家無丘吉爾咁樣嘅人物能夠咧係集結民眾噶。嗱，科爾賓係我嘅老戰友嚟噶，我哋咧共事咗咧足40年，但係佢支持嘅所謂新疆問題謠言咧，我係反對噶。而佢喺呢個烏克蘭戰爭之中咧支持烏方，我亦都反對。嗱，佢嘅基礎咧更加係偏向咧中產啦、白人啦同埋自由派噶。而我嘅工人黨執政嘅基礎咧更加偏向咧少數族裔啦，同埋咧無產階級。嗱，佢更加似而家嘅紐約市長曼特尼噶。咁我就已經準備好啦，同曼特尼合作噶啦。就好似咧我同阿科爾賓合作一樣。但係即使咧你係唯一堅持正確政治路線嘅人都好啦，你都必須要堅持落去噶。然後贏得他人嘅支持嘅，呢個係一個長征。我哋而家喺個路上邊我哋一直咧喺度尋找緊盟友噶。當你提到我反對零排放嘅時候咧，我反對嘅係嗰種咧氣候末日論。我唔接受為咗咧迎合某種嘅深奧嘅理論就得意關閉咧我哋一個咧就係嘅工業噶。好似咧世界馬上即刻就要毀滅咁樣，即刻毀滅啦嚇！我哋都要咧著翻咧好似獸皮匿翻去個森林洞穴一樣。呢個咧就係嗰啲所謂極端末日論嘅終點嚟啦，個終點嚟㗎嚇。嗱，以英國所謂嘅綠黨為例啦，佢哋嘅本質上咧直情係反工業、反製造業、反資源開採㗎。咁我哋喺北海嗰度咧有巨大嘅石油儲備㗎嘛，但係為咗個所謂嘅綠色，喂，直情將嗰個井咧都封埋喎。結果我哋轉頭咧就要俾咧特朗普6倍嘅價錢去買美國嘅液化天然氣。我咧係拒絕呢種做法㗎。喂，我哋嘅工人政黨必須要代表咧工人嘅利益㗎嘛。而工人嘅利益咧絕對唔係咧回歸翻去咧工業革命之前嘅幻想世界㗎。嗱，呢個並唔係意味住我哋否認咧有呢個氣候變化喎。
但係只會傻嘅先，即係真係咧傻人咧先至會否認嘅啫。咁啊，即係指特朗普啦。嗱，佢唔意味住咧人類活動咧冇對氣候產生影響。我哋可以爭論咧人類咧影響咗究竟有幾多㗎？嗱，自然嘅周期又佔咗係幾多㗎？呢個係值得討論嘅。嗱，我哋支持嘅係建立一個咧乾淨嘅世界。嗱，當我咧走入呢個中國嘅火車站、機場同埋咧公共場所嘅時候咧，我第一個印象就係乾淨咯。嗱，冇咩嘅塑料垃圾咯。嗱，我哋為咗生態多樣性咧而清理海洋，為咗咧地球嘅繁榮而綠化環境，但係我哋絕對唔接受以犧牲工人嘅工作、關閉咗個工廠、提高咧嗰啲能源嘅成本作為代價。嗱，我哋腳下咧有夠掘1000年嘅一個煤炭㗎，點解唔掘先得㗎？嗱，點解唔用呢個咧碳捕捉嘅技術嚟到發展咧清潔煤咧？反而咧就走去買特朗普嘅天然氣喎。呢啲嘅立場咧，好容易就俾人簡化成為咧反對呢個零排放。嗱，講句老實話，就算英國真係實現咗零排放，嗱，反正都實現唔到啦，係咪？就算真係實現咗零排放全球大氣之中嘅碳含量亦都只會係減少咗0.01%。而家嘅政策咧，純粹係一種噱頭嚟㗎，就好似啲跨性別LGBTQ 嗰啲啦，係咪？又或者係種族或者膚色咁咧，好似咧即係一樣咁沉迷㗎，對佢哋嚟講嗱，都係咧一個所謂嘅叫政治時尚OK， 政治時尚嗱。順便講一句呢啲嘅嘢咧，全部都係由美國嗰邊傳過嚟㗎。嗱，西方嘅政府咧嗰種加州化係我哋呢一個嘅時代嘅一個詛咒之一嚟㗎。好啦，咁媒體再問佢，佢話如果斯塔麥訪華達成協議，引進中國嘅太陽能技術並且喺呢個英國嗰度設廠嘅話，從而咧可以咧創造就業，並且又可以減排，咁你可以支持嗎？你會支持嗎？好啦，咁加洛偉咧就咁樣答㗎，佢話當然支持啦。嗱，中國甚至應該係為我哋去建造呢個核電站添因為咧核能其實咧係清潔能源嚟㗎。嗱，當然啦，呢個咧就要求咧呢班英國嘅政客停止咧散佈所謂中國係國家威脅呢個咁樣嘅鬼話啦。嗱，為咗我哋嘅6個孩子，為咗我自己嘅6個孩子同埋佢哋嘅後代我想要一個咧最綠色、最乾淨嘅世界。但係我哋都絕對唔會咧為咗咧換取一個咧只有500名工人嘅太陽能廠，就去鼓吹咧關閉咗一間咧鋼鐵廠或者係輪胎廠㗎。我16歲退學就喺呢個輪胎廠嗰度咧就做嘢㗎啦。我係咧英國議會裏邊咧唯一一個能夠咧親手做出輪胎嘅一個咧係議員嚟㗎。嗱，嗰班人裏邊大多數連路邊換個後備胎佢哋都唔識㗎。嗱，我唔會攞大量嘅所謂製造業崗位嚟到換取少量嘅綠色崗位㗎。如果我哋喺一個社會主義嘅國家，政府能夠安置好下崗嘅工人，我或者咧就願意去傾下嘅。但係而家我哋嘅社會咧係做唔到㗎，所以唔好指望咧，我會支持嗰種咧本末倒置嘅做法㗎。嗱，除非你有一套方案能夠令到英國嘅產業工人過上咧舒適同埋穩妥嘅生活，否則嘅話咧唔好嚟同我傾佢哋要佢哋下崗先得㗎。好啦，咁媒體再發問，佢話關於你舊年咧喺英國機場被扣留一件事咧，咁我哋咧留意到中國嘅媒體都做咗廣泛嘅報導㗎。咁好多咧向往西方言論自由嘅人咧對此都係感覺到咧震驚㗎。你能唔能夠解釋一下點解好似你一位咁樣嘅前議員會因為咧涉嫌所謂敵對活動，又或者咧威脅國家安全而俾你哋嘅反恐部門咧去扣留同埋咧盤問嘅咧？仲有呢件事而家咧係咪影響咗你嘅工作同埋你嘅生活咧？咁加洛偉咧就咁樣答㗎。佢話呢次嘅事件深刻咁樣影響咗我嘅生活㗎。首先你要明白背景，呢個係英國政府已經完全迷失咗方向㗎啦。佢而家喺度好似玩緊打地鼠咁樣，一陣間就話中國就係威脅嚟㗎，而轉個頭一陣間又話俄羅斯又係威脅嚟㗎。但係轉個頭又走去話巴勒斯坦又或者伊斯蘭都係威脅嚟嘅。佢好似完全喪失晒判斷力咁樣㗎。嗱，我舉個例子英國而家有3000人因為涉嫌恐怖主義被捕。其中好多根本係老太太嚟㗎。有一位係93歲嘅退休嘅牧師嚟㗎。
仲有咧幾百個咧80幾歲嘅添，仲有千幾個係70幾歲㗎。佢哋做咗啲咩咁恐怖活動啊？佢哋咧只喺公開場合嗰度舉下個紙牌，支持呢個咧巴勒斯坦啫嘛。哇！反對種族滅絕咁話，結果佢哋就變咗咧係違背咧反恐法而被捕㗎。而我咧都係一樣㗎。好啦，咁呢個咧所謂叫做令到恐怖主義呢個嘅詞語咧係徹底咁破晒產㗎啦。因為真正嘅恐怖主義係存在㗎，而英國政府咧喺敍利亞，又或者咧中國喺呢個咧新疆或者喺中國新疆嗰度咧，都曾經咧係資助過啲恐怖分子㗎。但係有一個咧舉紙牌嘅所謂93歲嘅老太太咧，絕對唔會係恐怖分子嚟㗎。我同埋我嘅太太被人扣留嘅時候咧，係因為佢哋指控我太太咧從事針對英國嘅敵對活動。嗱，所謂嘅敵對活動就係咩呢？原來就係話呢個散佈虛假信息喎。我一個人嘅信息虛假到咧，往往咧好似係另一個人嘅真相一樣咁即係暗諷我講嘅佢嘅真相變成咗虛假信息喎。嗱，英國咧曾經自詡咧係一個自由國家嚟㗎，係相對於咧蘇俄嗰種嘅所謂自由選擇，話自己堅信言論自由，而家變晒啦！我哋個國家係因為咧社交媒體言論而被捕嘅人數咧，比全世界任何國家都多㗎。舊年又有12000人係被捕嘅，而今年更加多。諷刺係咩呢？就係如果你架車俾人哋打爛咗，跟住打電話走去報警咧，警察咧根本係唔會嚟㗎，只會俾一個咧報案號俾你，跟住咧等你咧可以揾保險公司我哋咧冇錢處理咧民生嘅一啲咧案件㗎。但係如果你發咗一條咧被貼上咧所謂叫種族歧視又或者反猶太嘅一個咧標籤嘅一個推文嘅話咧，sorry 啦，6個警察立即咧會登門跟住咧揾你㗎。嗱，舊年嘅10月27號英國咧有5個持槍嘅警察喺機場嗰度咧扣留咗我。一個咧曾經咧做過7屆議員，跟住咧擁有咧幾十萬支持者嘅政黨領袖。當時我正係要去參加呢個倫敦中心舉行嘅社會主義中國會議㗎。嗱，呢個咧就係而家嘅英國啦，甚至乎連警察咧都會直截了當咁樣係問我㗎，就話你喺北京嗰邊究竟你嗰啲朋友喺度做緊咩㗎？咁樣話，佢話哥們佢話你喺北京嗰邊嗰啲朋友嗰啲哥們咧，究竟係做咩㗎？咁話好啦，呢件事件咧令到我不得不帶住我個妻子同埋4個嘅孩子咧係離開呢個英國。我嘅妻子咧係印尼籍㗎，佢憑乜嘢要喺一個會持槍扣留咗佢5個小時嘅國家嚟到生活先得㗎？所以我而家又搬咗去咧英國武裝警察咧去唔到嘅地方㗎。我可以咧比喻為咧，我而家好似喺英國嘅一個流亡政府咁嗱，因為咧喺嗰度嗰種咧，我叫佢做咧警察國家英國佢哋咧唔單止係侵犯咗我嘅生活，亦都咧侵犯埋我嘅事業㗎。嗱，我喺嗰邊咧有一個咧叫做 The Mother of All Talk Shows， 萬能脫口蘇話，我哋中文譯為喺英語世界裏邊咧有成幾百萬個觀眾㗎。嗱，我唔能夠咧俾佢哋咧係禁言。嗱，點解佢哋為咗滅口係乜嘢都夠膽做得出㗎？諗一諗離奇嘅自殺嘅所謂大衛海利呢個係聯合國武器嘅核查員嚟㗎。嗱，你就知道呢條路嘅終點咧係乜嘢嘢啦。嗱，呢個咧就係倒掛咗嘅一個世界。如果你個手機俾人偷咗，又或者你個生命受到威脅嘅時候，打999報警，警察咧係幾個小時裏邊咧都係唔會出現㗎。但係如果你喺臉書上面冒犯咗以色列，6個荷槍實彈嘅警察係會立即衝入你屋企㗎。好啦，媒體再問佢最後一個問題我哋咧傾一傾全球嘅秩序，唔單止咧係講緊英國再睇埋呢個美國，仲有其他嘅西方國家。政治兩極分化，盟友咧公開係反目㗎。喺好多嘅中國觀察者嚟睇嚟咧，西方正係處於一種混亂嘅狀態嘅。與此同時近期嘅事件咧，亦都咧令到好多嘅中國人咧更加珍惜自己嘅國家嘅一個社會穩定、使命感同埋制度㗎。你點樣看待咧呢個西方舊秩序又或者個叫做西方資本主義嘅一種咧係呢場嘅危機啦？
我哋注意到嘅係咧，社會主義甚至乎共產主義嘅力量啊，喺美國又或者其他嘅西方國家咧，好似咧逐漸活躍起嚟㗎。作為一位咧社會主義者啊，你認為啊，中國嘅社會主義模式能唔能夠為人們啊，尤其係嗰啲咧全球南方嘅國家嗰啲嘅人嗰啲民眾啊喺呢個咁混亂嘅世界當中咧，提供更加多嘅生存同埋咧繁榮嘅一個咧希望咧？咁加洛偉咧就咁樣答，佢話毫無疑問㗎，西方咧正係處喺一種咧不斷向下盤旋緊嘅漩渦之中㗎。唔單止咧喺經濟上面，呢個已經係無可否認㗎啦，而且喺道德啦、社會啦同埋文化上面咧，佢都喺度咧係解體緊㗎。我為我哋嘅文化咧係感到自豪㗎。雖然咧我唔係以帝國嘅一個殖民史為榮，但係我會為咧我嘅莎士比亞啦、狄更斯啦、披頭四同埋滾石樂隊感覺到咧驕傲㗎。但係而家我哋嘅社會正係跌入緊咧谷底㗎，犯罪啦。跟住一啲惡習啦，仲有咧毒品氾濫啦，尤其係毒品家庭破碎已經成為咗咧地方病㗎啦。我本來想話呢個叫流行病，但係咧佢比起流行病更加根深蒂固㗎。大多數嘅英國嘅小朋友佢哋嘅生活咧喺單親家庭嗰度，父或者母甚至乎咧從來都冇試過咧一齊生活㗎。喺呢種咁樣嘅環境之下長大嘅小朋友咧，尤其係男仔好容易咧會走上歧途㗎。然後佢哋就會再用咧同樣嘅方式去撫養佢哋嘅下一代。可以帶你一啲地方，嗰度嘅窗簾咧係從來冇打開過㗎，3代人咧都冇真正工作過。喺嗰啲嘅地區嘅喺嗰邊嘅後工業區、礦區，又或者咧大城市嘅少數族裔嘅聚居嘅區域失業啦、絕望啦、黑市交易咧，先至係常態嚟㗎。如果你去呢度柏林市中心，相信我你會咧立即咧諗住咧想跳入呢架咧嘅的士嗰度咧逃離嗰個現場㗎。嗰種咁嘅衰敗同埋解體咧，喺西方嘅社會裏邊咧係普遍咁存在㗎。對比一下咧，你哋嘅社會冇人咧喺地下嗰度咧掉垃圾，冇人咧會咧無緣無故咁殺咗你，亦都冇人咧會去搶劫你。我琴日睇到單新聞話有個中國人喺火車上面咧留低咗一包金嚟㗎列車嘅列車員佢哋費盡周章去揾翻佢，並且係歸還翻俾佢㗎。如果呢個係發生喺西方國家，唔單止嗰啲金會俾人偷咗你仲可能會咧為咗呢袋金咧俾人殺添㗎。你哋嘅社會咧正係達到咧和諧同埋協作嘅新高度㗎。我曾經遇到幾個咧對中國經濟增長率咧唔滿意嘅中國人，我咧就不得不咧話翻俾佢哋聽，我哋喺呢2-3年裏邊根本直情係冇增長中國嘅進步同埋西方嘅頹廢咧，可以講都係形成咗咧鮮明嘅對比㗎。哪怕係個最蠢嘅人最終都會發問，就係話你哋叫我哋去恨呢個中國但係中國發展得咁好，而我哋自己就喺個泥潭裏邊掙扎我琴日坐中國嘅高鐵時速咧達到咧300公里準時到1秒咧不差。如果喺英國火車大概率咧就會俾人取消咗。就算肯開亦都會肯定係晚點，即係遲到㗎。而且又污糟啦，又貴得離譜㗎。我從上海去到湖州坐1等座先至花14英鎊咋。而喺英國從呢個曼徹斯特去到倫敦啫嘛，就要300英鎊。車上面咧仲可能咧係唔安全㗎，因為咧冇工作人員保護咧呢個咧乘客㗎。我甚至乎可能咧係會俾人捅死㗎。要活到即係要活住咁樣去到倫敦咧，其實咧都算係咧運氣好啦。咁誇張啲，咁我都有啲英國朋友嘅，又冇咁誇張係咪？呢一種嘅對比咧係藏唔住㗎。嗰啲人咧遲早就會問：中國到底做啱咗乜嘢咧？而我哋又做錯啲乜嘢咧？又或者我哋係咪應該要行中國嗰條道路咧？呢個就係英國工人黨嘅立場啦。好啦。媒體咧亦都最後咧多謝佢呢個嘅訪問啦。話俾佢聽希望咧能夠達到咧佢哋自己而家 set 出嚟嘅目標㗎。好啦，呢個英國工人黨嘅領袖講出咗一種咧真正一個咧中國而家發展緊嘅模式。
其實咧佢係非常之咁 buy 啊，同埋咧佢咧認為咧世界咧係應該咧係向住呢個方向行，因為呢個咧係經過中國咧無數次咁多嘅即係 try and error 試錯啊試出嚟嘅一種方式。咁當然啦，所有嘅體制咧其實係 organic，其實咧佢係有機嘅，即係話咧佢會不斷去演變，不斷去成長嘅。咁啊，與時並進咧係呢個政治體制應該都要有嘅嘢出嚟嘅。好啦，咁啊喺度咧再次同大家講，呢個係工人黨領袖唔係前工黨領袖，一路都噏錯，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好啦，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咧隨便喺下邊嘅留言板嗰度咧就發表噶。OK， 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